民间团体甲刑事局指出，讲目前上新的诈骗手法是通知民众赶紧立小单哦，也是讲用点数要告记录来诈骗。刑事局嘛呼吁民众电话号码有+86、+67、+447、+852，这拢有可能是诈骗的电话。警方赶去超商，紧尾甲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抓落来。对方看了是真紧张，讲话是提提吐吐。我领取货，领什么货？替别人领包裹，一工就赚1000块，到达已经收买2万块。不过内底拢是人头口座提供的金融卡。你因为诈欺嫌疑犯后，将你逮捕。根据警方的调查，30多岁姓彭的嫌犯，伊住伫彰化，捌做过车手行掠。即个上北去引送货的司机，所变做是替诈骗集团共收缴金铺仔的人，伫台北市中山区行掠着。就算伊讲伊唔知头唔知尾，共款是去用移送。冯男透过网友介绍北漂应征送货司机，并接受诈骗集团指挥，至超商领取包裹后，自放于指定地点领取报酬。诈骗的步数是800款，伫国内是袂少。根据 Fusco 的分析，诈骗集团用过清早用加来骗投资这种的手路，伫2023年有减少的趋势，换作是别项诈骗的方式啊。那取而代之呢，是自来水公司、台湾电力公司跟民众寄发简讯说，你的账单到期了，请你点以下的网址，又或者是说我们以假冒可能台哥大或者是中华电信等等的电信公司跟你说，点数到期了。民间甲刑事局合作，发布2023年的报告，发现诈骗电话甲简讯去年比去年有较减少。不过，境外诈骗的电话号码字头毋若是+886，包括+86、+67、+447、+852卡内拢有可能是诈骗。若看到5大关键字：贷款、车贷、借款、股票甲优惠，嘛要多多注意，才袂去互陷大鱼。记者综合报道。